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讲完62页呢，就是关于视察意志的部分。那今天呢，从62页的最后一大段呢，也就是第5仪的部分呢，开始做讲述。那这边呢，就先讲到说仪的性相。那疑的性相呢，就是以致力于二边产生疑惑的了知呢，那这个呢就是疑的性相。那我们先讲述呢，什么叫做二边产生疑惑。所谓的二边产生疑惑呢，就是我们在讨论说，像是声呢，它到底是长还是无常？对于就是声音它是长一边还是无常第二边呢，就是感到疑惑的时候呢，就是不确定它是哪一边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对二边产生疑惑。或者说呢，我们进到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刚到某间旅社的时候呢，那你进去的时候呢，然后你就会升起说，这个房间里面呢，到底是有瓶子呢，有水瓶呢，还是没有水瓶呢？就是升起了这样子的疑惑，就是你不确定它是有，还是说它到底是没有，就是升起了，这里到底是有瓶子吗？还是这边是没有瓶子的呢？就是升起了这个不确定是哪一边的这种疑惑，升起了二边的这种怀疑呢，叫做于二边升起疑惑。这边呢就是在讲述说二边的时候呢，虽然说就是产生了二边，但是我们二边呢就是在区分的时候呢，又可以分为两种二边，所以能够能够怀疑的时候呢，却变成有四边，但是它是相对应的，就是我们要么就是怀疑说这个是有吗，还是没有吗？或者说怀疑说是呢，还是不是呢？就是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二边，要么是有没有，要么是不是。像刚刚我们所举的例子呢，比如说声音呢，它是长还是无常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是不是。因为我们并不会去怀疑说声音呢，它到底是有无常还是没有无常，并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而是去怀疑说声音呢，它到底是常呢还是无常，会升起这样二边的疑惑。那同样呢，刚刚讲的说这个地方呢，到底有没有水瓶，到底有没有水杯的时候呢，是有或是没有的这种怀疑，而是不会去怀疑说这个地方它是否是杯子，或是不是杯子，是否是水瓶，不是水瓶的这种怀疑。所以呢，虽然说是讲到二边，但是二边呢又可以分为说像是不是和有没有这两种二边。所以呢，就像人们界刚刚举的例子呢，就提到说呢，比如说我们在问呢，就是你在不在台湾？虽然说是问说你在不在台湾，但是意思就是说你人呢是有在台湾还是没有在台湾？那或者说呢，这样说你是不是台湾人的时候呢，是用是台湾人还是不是台湾人呢？然后来做发问的。所以就是说，一般呢，就是我们以口语来说呢，可以分为是不是和有没有呢这两种。但是呢，就是在收摄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收摄成是有还是没有这种收摄的方式。所以呢，虽然说一边说是边，但是呢，我们在收摄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收摄到是不是这两者里面。那所以呢，我们在了解了呢，就是什么叫做于二边产生疑惑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所谓的致力于二边产生疑惑。那什么叫做以致力于二边产生疑惑呢？那这个致力的意思呢，到底是什么呢？那就讲到呢，所谓的以自力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它是透由自己的力量。那什么叫做自己的力量呢？那我们以这个仪来说呢，那我们知道说仪呢，它是一个心所，所以呢，它既然是心所的时候呢，就必定有一个和这个仪心所相应的这个心王。那我们知道说，只要是有心王的时候呢，它必定呢跟随着像是受想思处作意呢这五种片形。那当疑心所呢升起怀疑的时候，那同样呢跟它相应的这个心王，那还有说相应这个心王的五种片形呢，那他们呢会升起五种就是相应，就是他们的像是所依平等、所缘平等、形象平等、识平等、事平等呢，这种五种相应呢是一起的。所以比方说他们一样呢，就是当疑的作用呢产生了怀疑的时候呢，那同样他的心所还有跟他相应的受心所也好，或是想心所也好，他们同样呢也会升起这种疑惑。但是呢，他们升起疑惑的时候呢，就并非是自力升起疑惑，因为
会产生疑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疑心所的缘故，并不是说这个心王产生的疑惑，或者说这个受心所呢智力产生的疑惑，他们能够产生疑惑是透由疑心所的力量，所以他们是属于他力而产生疑惑。但是疑心所本身的作用呢，就是对于说二边呢产生怀疑的这种作用是疑心所的作用，所以呢，对于疑心所来说呢，它是对于智力呢与二边产生疑惑，但是和它相应的心王以及说这个心王所相应的受心所、想心所等等呢，虽然说它也会产生疑惑，但是它这个疑惑呢，并不是自身的能力，而是透由疑心所的这个他方的力量呢而产生这种疑的方式。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疑心所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于二边产生怀疑。那如果说受心所呢，它也是于智力于二边产生疑惑的话呢，那这个受心所它就并不是受心所，这个受心所呢，它就变成了疑心所。所以这边提到的智力呢，是提到说和这个疑心所呢所相应的这个其他的他的心王以及其他的这些心所呢，也具备疑的能力，但是他怀疑呢，并不是智力，而是透由疑心所的力量而产生，所以对于其他来说呢，是以他力于二边产生疑惑。那我们举一个比较好了解的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小孩呢，当小孩子呢他肚子饿的时候呢，他会想要吃东西。那他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希求就是爸爸妈妈带着他去吃，因为他自己没有这种付钱的能力的时候呢，所以到餐厅的时候呢，他会跟父母说呢，他想要吃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父母听到这些之后呢，那父母呢会帮这个小朋友去点餐，所以我们表面上呢看起来呢是父母呢在点餐，但实际上呢真的在点餐的人是谁呢？真的在点餐的是这个小孩子。那父母呢只是因为听了这小孩子说要点了什么什么之后呢，然后他去跟这个店员说呢他想要点什么餐，所以看起来呢点菜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父母并不是自力去点餐，因为这不一定是父母想要吃的东西，最主要是为了这个小孩子，所以这个小孩子呢他才是属于自力点餐的这一个。那父母呢只是因为小孩子的原因呢，所以去帮这个小孩子点餐。所以这边讲的自力呢，就如同说像是小孩子呢他自己点餐跟父母点餐，看起来点餐这个动作是一样的呢，但是一个呢是自己想要吃什么而去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小孩子的原因呢，所以去帮小孩子点，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区别的。或者说呢，我们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说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呢，我想要问某个问题，我想要跟我的老师呢请教某个问题，但是呢，我可能不好意思直接去问老师，但是我知道呢，另外一个同学呢，他跟老师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相处的比较融洽，那我就跟这个同学就是拜托这个同学说，我有某个问题呢，我有这个问题呢，想要请问老师，那我自己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去帮我问？所以呢，虽然说看起来是另外一个同学呢去帮忙问的，但是其实最主要在问问题的人呢是我，所以我才是自力想要去问问题的。不过呢，我是拜托这个同学，委托这个同学去问呢，所以这个同学去问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是用他力呢去问问题。所以同样呢，我们在讲述疑的现象的时候，会提到说以智力于二边产生疑惑。那其实这边讲到性相的时候呢，其实并不仅仅是疑心所，就是我们大部分呢在后面讲述到心所的时候呢，在提到心所的性相的时候呢，很多心所都会有提到一个以智力，然后怎么样，就是要区别说这个心所它最主要的能力跟其他心所最主要的能力的区别在哪里。所以在讨论到其他相关于心所的性相的时候呢，都会有提到说以智力于怎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疑的分类。那疑的分类呢有3种，那就提到说呢是合意疑、不合意疑。那什么叫做合意疑？什么叫做不合意疑呢？所谓的合意疑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说你是升起怀疑，但是你所升起的这个怀疑呢，它是符合于就是现况的。就比如说当我们内心升起一个声音到底是常还是无常的时候呢，就是声音到底是常还是无常，但是你升起这样疑惑之后呢，你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声音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呢？但是声音呢，它应该是属于无常吧，它大概是无常吧。就是虽然说你是怀疑的，但是你所怀疑的这个对象呢，它比较符合于现况，比较符合于事实的这种呢，叫做合意疑。
就是说，虽然说你会怀疑说声音它到底是常还是无常，但是你升起来说，你也不确定它真正的就是无常，不过你会怀疑说，哦，它应该是无常吧？就是这种大部分你的怀疑偏向于说它是属于无常的这一分呢，那就是属于合意义，因为它跟声音呢本来是无常的这一点呢是相符合的。那同样的呢，所谓的不合意义的意思呢，就提到说它是不符合现实状况的。就是当我们在怀疑声音到底是长还是无常的时候呢，然后内心觉得说声音呢它应该是长的吧，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合意或是不合意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大部分的时候你的内心比较偏向于哪一种，就比较像是我们讲的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怎样，就提到说呢，当一个人呢。就是你怀疑说他本人呢是台湾人，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怀疑他的国籍，说这个人呢他到底是不是台湾人呢？然后就是看一下呢，然后虽然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台湾人，然后你就怀疑说，哦，他应该是台湾人吧？那这种心呢，就是属于是合意义。那同样呢，这个人呢是台湾人，但是你看到他之后呢，那你会怀疑说，这个人呢，他到底是台湾人呢，还是不是台湾人？然后你想一想，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应该不是台湾人。虽然说他是台湾人，但是因为你怀疑他应该不是台湾人的时候呢，所以这种怀疑呢，就属于不合意义，因为它跟真实的情况呢是不吻合的，所以称之为是不合意义。第三者等分仪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对于二边呢，就是完全没有把握，就是一半一半，就是你会怀疑说，当我们说声音到底是长还是无常的时候呢，那你也不会比较偏向说声音是长，你就没有怀疑说声音它到底呢是长呢还是无常呢，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一个大概的这种类似推断的时候呢，那这种就是等分，就是他对于二边的怀疑呢是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人是台湾人，但是你想了半天你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台湾人的时候呢，那你就说这个人他到底是台湾人呢，还是不是台湾人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就是属于等分仪，并不会出现一个应该，他应该是台湾人，或者说他应该不是台湾人，而是你觉得说这个人他到底是台湾人呢，还是不是台湾人呢？那这种状况呢，就是属于等分仪。那所以呢，我们在看到疑的性象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以致力于二边产生疑惑的了知。那在讲到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疑它的体性呢是属于心法，它在色法、心法跟心不相应刑法这三者里面呢，它是属于心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了知，这是从性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那疑的作用是什么呢？那疑的作用呢，就提到说它的作用呢是于二边产生疑惑。于二边产生疑惑的这种作用呢，最主要就是疑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关于智力的地方呢，那智力呢，它所要断除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智力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断除掉，就是和疑呢，就是和它相应的心王，以及和这个心王相应的其他心所呢，把它就是区别说它是为疑的这一点，所以用到智力这两个字。所以智力呢，主要就是区别出像是和疑相应的心王，以及和疑相应的心王所围绕它的其他的这些心所呢，为了把这些区别出来的缘故呢，所以用到智力。那同样呢，我们对于说二边产生疑惑呢，它最主要是要就是破释掉像是在觉知、视察意以及像是量这三者呢，它会是属于疑的部分。那我们先来讲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一个人呢，然后来做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当一个人呢，一个普特伽罗呢，然后他升起了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平指还是不是平指？那这个人呢，他到底是台湾人呢，还是不是台湾人的时候呢？当他升起这样子疑惑的时候呢，那是这个人呢，他智力产生这种二边的疑惑吗？并不是的，他产生这种疑惑呢，最主要是因为说他心绪里面呢具备了这个疑心所的缘故，所以这个人呢才会产生这种二边的疑惑。所以对于这个产生这个到底是平直还是不是凭着这个普特伽罗呢，它并不是由智力然后产生疑惑的。所以呢，透由这个于智力呢这三个字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用到作为一种修心的一种经验。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普特伽罗呢，他对于说我们以人来说好了，对于这个人呢，他会产生疑惑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他致力于对这二边呢产生疑惑，而是他心里面呢具备这个疑心所的作用，所以呢，他才说这个人呢产生了疑惑。那所以同样的呢，
我们用在修心教授的时候呢，拿来调服自己内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呢他生气了，但是这个人生气是因为自利吗？并不是。这个人生气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心绪里面呢具备了嗔心所的缘故，所以他会生气呢，并不是自利。他生气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心绪之中呢有了产生愤怒的这个嗔心所的缘故，所以这个人呢才会生气，所以他就不是自利然后而产生的嗔心。所以同样的呢，一个人他升起了一个想要伤害他人的这种心的时候，那这个人呢是自利产生这种想要伤害他人的心吗？并不是。最主要呢是因为他心绪之中呢有了这个想要伤害他人的这种意乐，或者说想要伤害他人的烦恼等等，最主要是这种不善的意乐或是不善的这些烦恼的缘故呢，所以他才会产生这些不善的念头。所以对于这个人来说呢，他并不是自利而产生这样子的想法，最主要呢是因为他具备这样子的心所，所以透由这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把这边所讲的于自利怎么样呢，然后套用到修行的一种方法。那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个就是由自利怎么样呢，然后就是把它透由心绪的结合呢，然后来结合内心相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呢，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或是别人呢开始辱骂我们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去思维到说，这个人他并不是自利想要伤害我们，他最主要呢是因为他心绪里面具备这种嗔心所的缘故。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他的嗔心所呢进行控制的缘故，他是由他的烦恼所转的缘故，所以他才会伤害我。但是因为呢我们不会做这样的思维，所以当别人开始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或是开始骂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忍不住了，然后开始呢回骂，或者说呢，然后接下来你回骂之后呢，那对方一定受不了，还要开始然后就互相互骂，然后呢就是我们讲的大家就开始互相伤害。所以互相伤害的开头在哪里呢？互相伤害的开头就在于一开始的时候呢，当这个人开始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呢并不会想要说这个人他并不是自利呢然后来伤害我们，他最主要会伤害我们是因为烦恼的作用，烦恼他利的缘故，他才会升起这样子伤害我们的这种行为。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做这样思维的时候呢，别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呢，你对于帮助我们升起忍辱的心也好，或者说你烦恼现行的时候，对我们去升起对峙力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在伤害我们，或是对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透过这种方式呢，知道说并不是这个人的过失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升起一些正德。那这个呢，在吉天菩萨入菩萨行论里面呢，就是入行论里面就有讲到说，像是我们要如何的升起忍辱呢？在讲到升起忍辱呢，它最有力的一个理由呢，也是提到说呢，就是当这个人呢拿着棍子打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到底是要对棍子生气吗？并不是，因为你知道说棍子呢，它不会平白无故来打我。那不对棍子生气的话呢，那我们应该是要对手生气嘛，因为是手拿棍子的。发现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对这个手生气。所以呢，当你一个一个去剖析的时候呢，剖析到最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找不到一个伤害我们的东西，就是你去寻找到最后，你找不到一个任何一法，就是它是一个实质能够伤害我们的，你找不到。所以透由这一点呢，去承认忍辱。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好好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其实也把里面的这些定义呢，然后来帮助我们修心，来帮助我们调伏我们自己的相续。那所以在讲完疑的性相之后呢，那就提到说分类有三，那具备了合意疑、不合意疑、等分疑这三种。那事项呢就提到说，认为声音大概是无常吧的疑惑呢是属于第一种，就是合意疑。那认为声音呢大概是常吧这种疑惑呢，就是属于第二个不合意疑。那在思维说声音呢到底是常还是无常的疑惑呢，就是属于第三者。就是呢，关于疑呢，就是有一个辩论的部分，就是像有一些祖师呢，他们会就是在探讨说，属于疑呢，到底是属于心所，还是说是疑的话呢，它不一定要是心所。那一般呢，我们是会承许说疑呢是属于心所，但是像是克祖杰大师呢所造的，就是除异案的这个
厨艺案论呢，那还有说像是一世法王所造的呢量理庄严论里面呢，那他们同样呢都是提到说呢，是疑的话呢不一定呢要是属于心所。那这个就是关于疑的一个辩论的部分。那关于疑的部分呢，那我们就讲解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显而未定。在这边呢，就是有发问到说呢，就是会怀疑的时候呢，应该是处于就是不合意疑，或者说是合意疑。当我们能够确认说刚刚的怀疑是合意疑还是不合意疑的时候呢，是否就已经不是怀疑了？那人们的回答呢是说这是没有错的，就是当我们升起一个说，兔子脚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时候，或者说我会怀疑说，声音呢应该是长。那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怀疑，但是后来呢，你透由别人跟你讲说声音是无常，因为原因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你现前一个我刚刚升起声音是长的这种怀疑呢是错误的，这个是不合意义的时候呢，就是你已经确定说声音它不是长了，所以这样的讲法是没有错的。那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祖师呢，他们是说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心绪里面呢，就是具备疑呢，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有疑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会开始去产生怀疑，产生问题。那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呢，你心里面有了这些疑惑，然后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呢，你才会去发问。那去发问之后呢，你才有办法能够去除这种怀疑，去除这个怀疑，就是去除这种不了解的这种无明，你才能够去除。唯有发问之后呢，你才能够去越来越清楚。那所以呢，这些祖师呢就说，其实我每一个人的心绪里面呢，都是具备了很多的疑，但是呢，它只是没有显现，或者说它还没有成熟，对这个疑呢还没有成熟。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一堂课下来呢，就是从头到尾呢，我们只会觉得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当突然反问一句说，是这个样子吗的时候，然后立刻我们内心就会升起怀疑，会觉得说，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就比方说，其实呢，我们的心绪里面是一直具备着疑的，但是呢，对于这个疑呢，我们只是自己没有发觉。所以当别人一反问你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呢就会产生怀疑，会觉得说，我刚听到的呢，有没有听错？是否呢听到的是正确的？或者说我是否呢有真的能够理解到刚刚所讲的意思？那就人们说，就以他自己来举例来说呢，就比如说以前呢，在上课的时候呢，那人们上师在讲课的时候呢，那当然老师在前面讲课，然后呢，我们就是边听课，然后边听课边点头，然后嘴外面对对对对，是。那老师呢就突然停下来说，你那边只点头说是，那你刚刚说是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把它解释一遍，或再讲解一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突然愣住，然后讲不出来。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其实呢，我们在学习的当下呢，大部分呢，我们都还没有升起定解，我们大部分呢都是属于视察意的部分，或是处于就是视察意知的这种程度，就是因为没有升起定解，所以当别人呢一反问的时候呢，或是一叫你或者说呢，不要说升起疑惑，就是叫你重复刚刚你所听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讲不出来了。所以就对于说，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呢，大部分呢都是没有办法升起一种决定，大部分呢都还是属于视察意的部分。那在经论里面呢，也有提到说，我们该如何的呢去对治怀疑。那对治怀疑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透过禅定的方式。为什么说是透过禅定的方式呢？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我们在背书，或者说我们在课诵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背书，那我们背书背一背呢，那当我们开始分心的时候，就是你没有专注在于你所背的内容的时候呢，你一开始分心的时候呢，那渐渐的呢，你可能呢嘴巴在念，但实际上呢，你已经背错，或者说你已经在绕圈圈了，但是自己呢都没有发现。为什么呢？就是你心已经在散乱，你并没有专注于你的所缘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出错。所以同样呢，对于怀疑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呢，或者说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没有很专注在上面的时候呢，那别人一讲你就会怀疑。但是当我们能够专注于你所听闻，或者说你现在正在学习的东西是上面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这个疑呢它就会消失。就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开始学，比如说学中文，在学 ㄅ ㄆ 的时候。
那在学 ㄅ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很专注在学 ㄅ 这个字的时候呢，那你确定说这个字呢就不会 ㄅ，这个字呢就是 ㄅ 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升起说，这个呢到底是 ㄅ 呢，还是 ㄇ 呢，还是 ㄈ 呢？这个字呢到底是什么字？你就不会有这种怀疑，因为你的心呢很专注于你的所缘，就是在 ㄅ 之上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升起这些怀疑。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内心呢没有好好的听课，然后呢，当老师把这个 ㄅ 写出来的时候呢，那你就开始怀疑说，这个昨天上到啊，这个字到底是 ㄅ 还是 ㄆ 还是 ㄇ 还是 ㄈ 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疑惑一产生的时候呢，你的专注力就开始慢慢的退失，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个字上面，因为你的心呢已经开始圆到其他的思想上面去。所以同样的呢，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呢开始产生疑惑的时候呢，就是心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然后开始产生疑惑，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是这个样子？升起疑之后呢，因为有了疑，然后就是开始非理说疑。他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人他之前怎样怎样，然后就开始非理说疑，然后各种烦恼呢就现起来，所以呢，我们的心就更没有办法专注在你所应该专注的目标之上。所以呢，能够对治疑的方式呢，最好呢就是透由专注的所缘，就是专注于一所缘的这种禅定。那除了说我们如果升起怀疑的时候呢，内心无法专注在所缘之上呢，那同样的呢，因为怀疑的缘故呢，我们的内心呢会产生就是种种的不安乐，或者说升起痛苦。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以善行来说的话，比如说呢，我今天我去拜佛，或者说呢，我做了一些功德，然后呢，我做完这些拜佛的这些善事之后呢，那我拜佛完，我自然而然呢内心充满了就是欢喜，而且呢有一种安乐的感觉。那这种安乐的感觉呢，就是到下一刻呢，突然有个人跟你说，你刚刚那个拜佛的那个姿势啊，拜错了，佛不是这个样子拜的，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拜的时候呢，当你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内心立刻就刚刚的那种欢喜，还有刚刚升起的这种安乐呢，立刻就消失了。你立刻呢就升起一个，哎呀，我刚刚是不是浪费时间？这个怀疑就立刻出现了。我刚刚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错了？我刚刚是不是怎样怎样？你立刻呢就产生怀疑。那你这个怀疑一升起的时候呢，你刚刚透由拜佛或者说你行善所升起的这种欢喜心呢，还有安乐呢，它立刻就消失了。或者说呢，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今天呢，我布施给一个有情，然后我在布施的时候呢，其实我非常的欢喜，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呢，就是能够帮助到这个人。但是呢，你布施完之后呢，然后旁边呢就立刻，就是你正在高兴的时候呢，旁边就跟人说：“哎呀，你今天布施错人了，因为你布施的这个人呢，他其实呢，并不像你想象你看到的这么的穷困，他其实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内心呢，刚刚因为布施所升起的这个欢喜心呢，立刻就不见了，然后你立刻升起一个怀疑。”哎呀，原来这个人他并不是像我刚刚所看到的这么的穷困啊，他应该没有这么穷困吧？你立刻呢怀疑就升起来了，所以透由怀疑呢，会让我们内心呢产生不安乐，乃至于升起痛苦。那至于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呢去观察一下。这种方式呢，最好的对治的方法呢，就是同样的，我们要专注于我的所缘，就是或者说用世间人的讲法，就是说你要相信你自己，或者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力呢有所退失，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刚做的呢是正确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心呢就是专注于所缘，就是所缘是什么呢？就是与你刚刚所行的这些善行呢是正确的，是没有错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升起怀疑之后，你要把你的心拉回去，专注到你刚刚所做的这件善事，然后相信呢你所做的呢是正确的。因为呢，就像刚刚所讲的，如果说你一升起怀疑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你所升起的这种欢喜心、安乐心，它立刻就消失掉了。然后呢，升起怀疑呢是还好，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升起怀疑之后呢，怀疑之后自然而然就是非理作意。那你升起了各种的非理作意之后呢，然后它就开始破坏了你刚刚所行善的这种根本，就是你善的根本呢。你就开始去破坏，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刚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值得的？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做？所以你把你所做的善行呢，就自己呢把它给全部都摧毁掉了。这个呢，
就是说透由疑呢会产生的这种过患。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如同像世间人所讲的，当你做了一件善行之后呢，你就要相信你自己说，你所做的呢是对的，而且缘在这件善所缘之后呢，好好的去随喜，然后呢不要退失自己的心理，不要一听到别人讲什么之后，就立刻让自己内心的这种欢喜跟安乐的心完全都破坏掉。所以才讲到说呢，能够对治这种怀疑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透由专注于一所缘的这种禅定。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讲到疑的时候呢，就是透由一些思维呢，可以帮助呢，就是我们的修行。那这边呢，就是有问到说，对于由欲知的显现境呢是什么？那由欲知的驱路径呢，到底是一个驱路径呢，还是两个驱路径？那人们现在呢，就在这边就回答到说呢，对于由意知来说呢，由欲知来说呢，它呢应该没有所谓的驱路径。为什么没有驱路径呢？因为讲到说驱路径的时候呢，一定是对于说一个径呢驱路于一个径，所以叫做驱路径。所以当它产生二边疑惑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呢，它是没有所谓的驱路径的。那至于说是它是否有显现境呢？那我们会回答说，就是对于凡事了知来说呢，它一定是具备显现境。那比如说我们以直平子，就比如说以合意仪来说呢，那合意仪呢，它所显现的呢，应该是无常的这一点，就是以声音是常或无常的这个怀疑来说，那如果是合意仪来说呢，它是显现的应该就是应该是无常这一点。那对于说不合意仪来说呢，它所显现的呢，应该就是声音是常的这一点。那人们就会回答说，应该是这个样子啦。那